生意結束咗之後，做咗電話銷售，轉眼就20年，直至到2023年65歲就選擇咗退休。個女用咗好多時間陪我，包括咧同我去日本、台灣、澳門入住高級嘅酒店，品嚐當地嘅美食，又請我去深圳遊啊、潮州遊。有個乖女咧，實在太好啦。直至到2023年11月中，有一天我獨自搭巴士打發時間，車上有一位男士坐喺我隔離，大約60歲，個人好 nice 嘅，傾咗幾句，跟住就一齊落車喺公園度坐下傾下偈。知道佢係一位基督教嘅傳道人，佢叫 Peter。佢好直接咧講出耶穌咧對世人嘅大愛，又問我有冇嘢向耶穌祈求。其實喺我細個嘅時候，曾經對一啲小動物做咗一啲錯事，後來知錯啦，但係咧好自責，唔能夠原諒自己。我講晒俾 Peter 知，佢幫我向主耶穌禱告，然後對我講：耶穌已經原諒咗你啦。喺未禱告之前呢，因為呢件事，我每星期都發噩夢，足足咧有50年。但係禱告咗之後，由當晚起我就再冇發噩夢啦，簡直係神蹟，真係感謝主耶穌。過咗幾日 ，Peter 咧問我會唔會試下接觸主耶穌，我當然求之不得啦。佢就住喺將軍澳，我就住喺大埔。佢專程入大埔帶我去一間教會主日崇拜，因為咧佢有一位多年嘅朋友喺呢間教會做組長，佢叫國華。我上咗4次主日崇拜就決志信咗主啦。2024年6月30號洗禮，感謝主對我不離不棄，喺我咁大嘅年紀，仍有機會咧成為主耶穌嘅門下，令我重新做人。遲啲我咧會再講下主耶穌點樣可以令我戒煙戒酒戒賭，同埋決志信主之後咧，由2024年嘅1月至到2024年嘅6月，有無數嘅神蹟發生喺我身上，令我更加相信主耶穌。阿利路亞。